冇可能，今日15號，用我嘅斧頭地板搶出咗300個人。全部係我嘅名聲啊！但唔是我捏做出素雅雅嘅咁樣嘅聲啊！唔係。這係日上選字，渣渣，生意出行，方方面面都會上上鏘鏘當做對咯。聰明選法術，小詞上選法。變成十之數，上上也未做得生好了。地譜全部卡實，連我背都說唔好喊出歌。哦，臭到安尼喲！我做到貴種年年做唔識，哎呀，就識得人都帶咗去啦。計劃通，第二步，去家做天貓新聞，請上線，喊做得酸到精精，啥都準準。27條，25條，第3步，便利送點上健身，4000個皮頭中的表哥。全班保做得答到呀嘛？我按呢，按冇面冇皮。第4步，撩你去朋友屋卡上家門。嗨，我拄好路過嚟上家門。我哋拄好第一次生產太傳呢，咪叫我來識啦。哦，剛才就冇讓人生意了。又上一傳計劃通，躍升1之數，上上鏘鏘加上來做。第一步，人髮閨蜜衣服交換術，做對本上做嘅閨蜜就會愛聽你嘅單詞。第二步，人髮就醫改造術，手上太改錯，上前有反駁。我負責哪去啊？唔過我最傻皮嘅一步其實係阿婆嘅單詞，天天老頭髮嘅4項主義，做 Q 3又上又低哦。躍升數之數。點你嘅經驗會詳細檢查。第一步，優惠券吸星打法。第二步，好好利用信用卡，QQ 喵喵，掌握有最大嘅好運。躍升新之數。第一步，搭彩。我冇帶天帶安全帽，排先呢。哎呦，冇想過那我這個有帶啊！第二步，上交通工具5000嘅路程。哎呦，險，才寫出開始算錢呢，差了又還要過得3分鐘呢。第3步，導航路線挺好，所以手錶行得多，比戀愛都做得。所以只要有方法做哦，你做唔是生來，你帶沒做得買東西喲。哇，你的鋪是很讚啦，渣渣按自 C 哦。啊，多300條呢，耶 ，lucky！ 行路這麼卡嘅生意哦，漲來了。生來當作唔係冇原因呢。也講唔出這個空氣，冇上起來，挺認真的哈。